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美食處理導遊白雲飛。今次帶團啊，出發我哋廣州3日2夜嘅5星團啊，至少有999蚊啊，仲有海鮮自助餐任食添，再加埋2大表演，一個係大馬戲，一個係夢迴嶺南添。聽清楚啦，我哋今次住嘅係廣州設計之都蚊都冇5星標準酒店，連住2晚啊，房間又大又靚又舒服啊，而且嗰個酒店位置非常之犀利啊，仲喺市中心添啊，行街啊食宵夜超方便啊。咁啊自助餐裏邊咧，哇啲蟹啊三文魚任食啊，啤酒紅酒任飲啦，唔使另外俾錢添啊。仲有噶，我哋融創大馬戲裏邊啊，驚喜又好睇啊，有魔幻飛輪啊、環球飛車啊、空中飛人啊，仲有歡樂嘅小草互動。第2個表演更加精彩，夢迴嶺南啊，係以我哋嘅千年嶺南歷史為藍本做出嚟個非常之靚嘅表演添。純玩3日唔購物唔趕行程啊，成人只需要999蚊起啊，前4個人報名咧，仲可以升級咗行程大床月光房添。需要行程信息咧，可以喺評論區裏邊打上廣州2個字，我哋會將詳細嘅行程咧覆翻你。想去嚟噶，快啲報名啊！